祭天大典上，明德帝突然病倒，赤王、白王两位皇子蠢蠢欲动，天启大乱。父亲这么多年，还是忘不了他。都滚！谁也别想觊觎这皇位！听闻七弟已经不起天罗地网，就等着劫杀萧朝。当年我就应该明白，皇家哪有什么兄弟之情？星位在母妃心中，孩儿只有我一个，他恨不得你没有出生。天启四守护，烈东风位，青龙。这是大师兄了吗？他人呢？我没有暗器，有一掌一拳，还有7杯酒。我以一枪入襄阳，助你重登天启。